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也就是咱社头教会线顶礼拜的时刻，希望顶礼拜同这礼拜有可能会当用实体聚会，就是无拍算，也都有法度，都是咱有缘拢交伫上帝手中，求上帝互咱。不管拄着什么境遇，拢无累志。先做知影，上帝都要互咱凡事拢互相效力。今日要甲咱做伙分享的信息是云上太阳。咱大声来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以西结书30章第9节，11节。看，我是帮助你的，我要拔顿恩你，互你得到经济。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主你请查满满天地，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一直到阮三同在。你讲你是早之地、现在之地、将来也永远之地上帝。你也永远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平安，有你的永远，阮就免惊，因为你仍然过这世界。祝你刚才是阮祝福，互阮伫这疫情会勇敢、有缘，继续。天条是对你的信靠，天条是甲上帝你以及人关系，我伫不管伫三块境遇，拢会当互相效力，拢会当互上帝你所听的我这你的囝儿女，拢得到利益，拢得到祝福。阮就按今早起的敬拜，全来把你仰望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甲每一个参与伫敬拜中间的每一个听这三同在，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互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中间，亲自对阮讲话，来激励感动阮，互阮更加体会上帝你的心意，也对上帝你的话得到归纳，得到活命。献上阮的恳求来到，靠主耶稣的圣名呼求，阿门。现在咱伫即条要做伙来听一首诗歌《云上太阳》。云上太阳。人生之中总会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与困难，有时候甚至会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雪上加霜的感觉。经常，我们精疲力竭地用尽自己一切的方法，最后却发现像是走进了死胡同，无能为力。知道吗？往往在我们自己的方法停止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神那无比奇妙的救恩。交托是我们要不断学习的功课，能做到真正的交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当我们把身上背负的重担交托给神之后，却又拿回来背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心中的烦恼、忧虑总是挥之不去。在路加福音12章25至26节中，主耶稣这样对我们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的？这最小的事儿，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是啊，我们为什么还要忧虑呢？忧虑又有什么用呢？不但没有用，更没有好处，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负担，使我们变得更加烦恼，更加软弱，最后会迷失了方向。
彼得前书5章7节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要担心，也不必害怕。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彻底的放下自我，把一切交托给他，单单的仰望他，专心的信靠他。要明白，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雨后会有彩虹，云上总有太阳，黑夜过后必会现出黎明的曙光。而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境况，主总是不离不弃地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顾念保守着我们，怜悯并祝福着我们。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6至7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
对年之外，第十日给咱做伙分享的信息，叫做云上太阳。而咱第十日所在这圣经内面，以圣经书30章第90节所在，讲看，上帝讲看，我是帮助你的，我要活等按你，要互你会当经做。但是话，上帝通过伊的话，而且咧安慰遮个从亚去到伫巴比伦做路的遮个上帝百姓，要帮助因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境遇，因直接也照着上帝要我要倒去到伫耶路撒冷，要倒去到伫迄个要荒废70年，而且耶路撒冷，因要重建因的国家，重建因迄个所在，因面对着一个新的环境时，因毋知安怎，因心中有真侪疑问，真侪会惊吓，真侪挣扎，就好像咱即马，嘛面对一个疫情了后的新的世界、新的环境，咱要安怎通过上帝话？上帝早有在安慰的百姓，也要通过上帝话，嘛要对咱这上帝百姓，搁一摆用上帝话来安慰咱。透过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咱要来分享3方面，也帮助咱，互咱面对这个疫情了的新的世界，互咱有一个正确、正确。得到祝福的一个态度。头前咱所要分享就是，确实上帝是帮助你的。咱确实上帝要你讲看，我是帮助你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讲我是爱你的，上帝爱着咱，上帝爱着咱。迄个意思就是，拄甲35章的第30讲，我是甲你做对着的，是迄意思连做点。但是伫这所在，上帝要甲讲你讲，伊是为着伊百姓，伊正水的百姓的帮助的。因伫这所在，要爱互遮个一切百姓，然后咱遮上帝百姓，清楚知影，伊是。爱咱，常常咧为咱设想，常常要将出咱的帮助到我过。上帝咧讲看，我是帮助你的，我是帮助你的。因此话，伫这中间，咱会当来体会，将一切百姓互掠去巴比伦，伫遐70年，来照上帝要我讲，因70年后，伊要归回。伊要倒到伫耶路撒冷，伫这中间，我相信对遮个一些百姓来讲，当时一些百姓来讲，伫这段中间是上感觉袂到上帝帮助到底是叨落。上帝，你讲你是帮助我的，上帝讲你是帮助我，但是上帝你帮助我是我先来在掠去巴比伦做路咧。上帝，你帮助我啥物啦？我较紧来救我。因此话，伫这中间，互咱清楚知影，对着常常伫咱的心中上介厉害的攻击，就是伊常常会互咱心中产生犹豫。犹豫安怎？由于上帝对咱的好，上帝的正。由于上帝的美善，由于上帝的事实，上帝了你讲，你敢有照着你来行？你讲你是帮助我的，敢真正是安尼？常常会产生侪疑问，就是像当时圣神
耶稣圣神带到你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咱伫这个圣经内底看到就是，这撒旦、这魔鬼伊伫说怎样试探耶稣，伊伫所在每一摆问耶稣问题，拢是安尼讲：你若是上帝囝，你若是上帝囝，就安怎？就安怎？你係上帝囝，就这石頭變做麵包；你上帝囝，就為這麵包吃落來，上帝甲你扶啊！開始話伫這中間，咱看見就是撒旦伊伫遐咧試探耶穌，這中間伊伫遐每一擺伊都講：你若是上帝囝，所以叫做你若是上帝囝。第幾話？耶穌證明就是上帝囝，魔鬼伊嘛知影耶穌就是上帝囝，總是魔鬼伊就是要互耶穌伊的心中產生猶疑、疑惑。啊，上帝啊，哪安尼？上帝哪安尼？對哦，好親就是安尼，就是。你若是上帝囝，有可能毋是啦，吼！如果若是是为什么上帝哪互你一个人去抗疫，无物件食，无物件食？迄种啊，伫这疫情的中间，当咱行过这个疫情一关经过一关，咱面对着这新的这世界新的环境时，咱伫这所在有侪会互咱产生侪犹豫。不管是读册、工作、家庭、人际关系、教会的聚会，侪伫咧顶面生活侪艰难。魔鬼敢是会常常伫来甲咱问讲，互咱心中产生犹豫讲。上帝敢是照听你，上帝敢真正有影要，上帝有影是安怎？教会咱面对着安尼处境，好亲像真侪艰难，即摆嘛袂当伫遐来做实體聚會，人甲人中間，嘛袂當探訪，嘛袂當伫咧出來去彼此來互相關懷，就是有侪限制，侪互咱陷入伫咧驚中間。迄種啊，伫這中間咱看見就是，這侪起來會產生互咱有危險、驚嚇，還是不安。總是上界重要就是，伫安尼一個世代中間，上界重要件事就是，咱來確信上帝是幫咱的，上帝是幫咱的。伫第九節這個所在。第九節這所在講，看我是幫助你的，上帝真直接用一句話安尼真直接來回答咱心中有侪疑問講，看我是幫助你的，看我是幫助你，好像上帝這個所在真大聲在惡在上帝百姓底下咧講。講唔通猶豫啦，看我在幫助你，我是幫助你的。迄種誒，伫這所在看見伫聖經內面，咱好親像真少看到的有安尼真直接上帝伫個所在來講起，伊是幫助咱的。咱看見伊伫這所在不斷的提醒。伫聖經裡面不斷地提醒，這上帝百姓，安尼講，我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意思就是講，上帝是為過去、現在直到永遠攏袂改變上帝，上帝是永遠袂改變上帝。第撒母耳上卷第7章，在這個所在講，撒母耳就將一塊石頭立佇米斯巴甲山的中間，
就甲你石头做以便以下。安尼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赞我。到如今，耶和华拢帮赞我。迄即马伫这中间通过什么？伊伫这所在什么哩？才立这石头，而且到这上帝百姓伫这所在，正说一个见证是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赞咱。你即摆不管伫咱生活中间有偌济艰难，有可能咱看到就是有侪乌云打来，甚至咧落雨，总是上帝迄个讲起，伊就亲像迄个云点面的太阳一样，伊拢伫遐，伊拢伫遐。咱人拄仔所读就正即首诗歌《云上太阳》，这所在歌词安尼讲，无论踮伫美丽关山，还是倒伫黑暗的山谷，当你抬起头，你就会发现，主已经为着你我来陪伴。讲云点的太阳，伊拢无改变，虽然有落雨小雨洒在脸上，总是云点面的太阳，伊拢无改变，伊拢无改变。一直咧安采取上帝，伊拢无改变。但是就什么哩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赞咱，耶和华拢帮赞咱。那即摆伫这所在，咱有上帝帮衬，互咱拢会当掠着讲，上帝你安尼讲，我是帮衬你的，我是帮衬你的，互咱面对伫任何境遇中间，看到是一个看袂着头前有最妖异的一个世代。做是遐即摆，互咱拢清楚知影，上帝伊拢甲咱相同在，伊拢会正做咱的倚靠，正做咱的帮衬。就像圣经诗篇120篇第5节安尼讲，也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有一些各项是对心发出。迄即摆，互咱拢常常保守咱的心，清楚知影上帝是世界上帝，伊安尼讲，代志就安尼写，伊安尼讲，事实就是安尼。伊讲伊是帮衬咱，伊是帮衬咱。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耶稣伊所头一摆所行的即个神迹，就是伫迦纳的婚姻的宴席中间。甲水变做酒，而且婚姻的宴席行到一半中间，突然发觉酒无啊，安尼安怎？酒无啊，要安怎搁会当这个婚姻宴席继续来运作落去？迄落哈亲像咱即马拄着这疫情的时。好像是这全世界嘛面对一个运作危机，互咱来回想，而且中间这困境、这惊吓、在忧愁跨入，互咱产生真大压力，不管是工作、健康，还是咱厝里的人。还是为着咱的前途，这各行各业因要安怎运作落去？有侪人心中有侪不稳，无法度通出去行踏。有侪搁惊讲，哪个是会用法？若到时阵这些是真是会用传染着。但即摆伫这中间，咱好亲像
无法度通找人讨论，无法度人会当了解，反正嘛无出路，行袂落去。咱伫遮咧讲哇，即马已经台湾刚刚2级2级事件，咱想讲好好要开放啊，要怎么开放？各行各业要怎么开放？教会讲会当50，现在50人，要怎么开放？限我100人。但是伫这中间，还佫有真侪限制。若一个无细致的时，实是会佫伫个所在有一个危机伫个中间。咱看见的就是，这咱面对一个运作的危机，不管是政府，不管是民间，咱拢面对一个真大运作危机。就像这橄榄婚姻的下个款，无酒啊，要安怎？要安怎？耶稣也有来找耶稣，甲伊讲，无酒啊。然后耶稣也有来甲这个妻人讲，伊安怎甲伊讲，你就安尼做。这个。耶稣就甲这妻人来讲，真清楚来讲，将这红光甲伊装满水，然后佮甲这水甲伊吸出去，互伊管会下。迄种咱看见就是，当这妻人伊真谦卑顺服，伫这个指示，伫这个指示的是，因伫这中间，水就变做上佳好酒。你即摆伫这中间，要互咱清楚知影，面对咱的一个境遇的时，今即摆如果咱若甲这妻人同款，就是对上帝话，对上帝伊所指示咱的，咱有一个谦卑、憔悴，照着顺服安尼来行时。上帝就要互咱得到祝福，经历上帝帮助。就像这圣经罗马书第8章31安尼讲，上帝若帮助咱，什么人会当抵挡咱？你即摆任何环境，当咱清楚知影，互咱赢过这世界，是咱的上帝时刻。上帝伊安尼甲讲，伊若帮助咱，什么人会当抵挡咱？包括这环境，包括这侪艰难，包括这侪惊吓、离离，这侪疑问。但是嘛，如果有上帝真做咱的帮助，真做咱倚靠，如果咱若照着上帝心意来行时，上帝就帮助咱。就是像今日咱所在这圣经，安尼甲讲。上帝讲，看我是帮助你的，毋通袂记。上帝是帮助咱，什么人会当抵挡咱？生活环境都会当我个上帝来行，这是上帝互咱用的，这是上帝话，上帝话安尼讲，代志就安尼做。你即摆重点是咱对上帝爱有一个清楚的确信。开始，上帝是帮助我。因为其实伫这中间，讲这个牧师有真侪压力吼。伫这中间会看到讲聚会，即摆无有聚会啊，兄姊妹，逐个人要安怎？伫这中间面对的有最这压力，有最是听说毋知影，所以是。牧师嘛，伊体会到，伫这段中间，上帝都通过一个兄弟因的所行所做，成做牧师真大激励。但是话，上帝嘛通过因在甲我讲，毋免惊，上帝是帮助你的，上帝是帮助。但是话，上帝嘛要甲咱讲，毋免惊，
上帝是帮助咱的，有上帝帮助咱，有啥物人会当抵挡咱？以上帝帮助，互咱讲了确实上帝是帮助咱的。面对这疫情了新世界，以上帝帮助咱，有安尼就确实。第二，咱做伙来分享就是爱确实上帝伊安尼讲，我要决定恩你，要决定恩你，来确实上帝伊是要恩咱，决定恩咱，决定恩咱。这所在呢讲上帝伊讲伊是决定恩咱。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伊面恩咱，面恩咱。迄面恩咱意思就是上帝伊拢伫个所在，通过伊面恩咱，得眷顾咱，得要帮助咱，要恩待咱，要祝福咱，要解决咱问题，帮助咱。但即摆伫这中间，咱咧行啥物？咱就是想，上帝啊，我即摆咧受苦，你敢知？上帝讲，我的目睭是决定恩你的，我是眷顾你、恩待你的上帝。咱即摆上帝伊伫这所在，伊要互伊的百姓，这些百姓，因要归回耶路撒冷，因的心中会惊吓。犹豫，侪疑问，上帝要甲伊讲，伊是决定恩咱，伊是决定恩咱，伊是常常咧眷顾，要施恩帮助咱上帝。所以咱是咧行啥物？咱是行啥物？所以即摆咱这所在，咱就来看讲，这转译，则讲。上帝咧恩咱，转变伊的念头，也就讲转面恩咱。这转译的意思其实有一种恢复意思。但即摆伫这中间，咱看见就是上帝永远，伫咱过去所经过侪人生的。几济中间，这人生几济检查有人讲，哇，真艰难，真痛苦，嘛真辛苦。但上帝是伊就咧通过这环境来操练咱生命，互咱能更加成熟，嘛要锻炼咱，互咱有较大信心，会当较坚强，互咱生命。面对这境遇时，会当较坚强。但即摆伫这中间，咱来看，就是伫圣经内面有一个旧约一个圣经人物叫做约瑟。咱看见伊的人生，看见伊怎样，互伊兄弟家带去埃及做奴隶，搁互伊的主人的太太家侮辱，关落伫个监狱内底。随时会互处死，伫迄中间，后来佮帮咱王的大使，伫迄阵替伊解梦，讲你若出去，请你甲讲我是冤枉的，叫这人出去，嘛拢转袂去的。后来上帝就伫个所在讲转译啦，上帝就好似有一个。恢复意思，上帝就伫这所在恢复伊，互伊会当伫个所在来天条，伊上帝通过这个恩伊的心意。即摆咱伫这所在，咱看见上帝恩伊来活登心，伫中间伫遐来救伊，帮助伊后来会真做埃及的宰相。相反，即摆咱若亲是上帝带领咱，搁再是经过一个新的季节，有一个无共款的改变，总是即个新的季节也要搁一摆
互咱来经历着迄种重新的恢复的规则。咱这是一个新的规则，咱会面对侪无共款的改变，人拢袂爱改变，包括咱坐位置，咱有固定座位，咱食嘢有时嘛讲啊，我着伊爱食啥物款物件，啊，别物件我袂爱食，别物件我袂爱食，别项的物件啊，这我袂爱食，啊，我爱食啥物，咱拢有习惯，咱已经真习惯安尼习惯，咱袂爱改变。但是希望伫这中间，上帝嘛通过这规则，一年有四季。但这四季伊是不断伫咧所在，一年安尼经过搁一年，有安尼一个改变。每一个规则拢咧甲讲起啥物，拢咧甲讲起每一个规则拢会带来恶梦，敢毋是？春天，咱讲伊冬天就恶梦，春天的恢复。冬天要嘛，春天会啊，春天要嘛，夏天有动力，吼，哇，大家拢烧了啊，充满细软啊，吼，动力啊，热天嘛期待秋天的收成，秋天嘛期待啊，冬天的时会当休课，会当休课。那即话咱讲伊每一个规则，伊拢带来一个运动。上帝嘛，互咱通过人生有侪这规则，人生有好像春夏秋冬安尼一个人生的规则。有时虽讲是高高低低啊吼，这是伫咧中间也还看到，伫这个人有恶梦。有恶梦。伫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安写讲：凡事拢有定期，天万事拢有伊个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时，万出所栽种了时。正经后时，医疗时。跳跃时、起早时、哀头时、笑时、哀爽时、跳舞时。但是话，其实咱若继续讨论，即个都有真侪，拢有伊个时吼，伊个时。这做这里讲到的人生面对着侪改变，侪转换，人生充满侪。袂当有笑的高山低谷吼，迄即摆咱看伊什么时，什么有真侪伊是真大落差，真大一个改变。人生嘛遇到侪危机，伫这危机啊改变中间，拢会看到有一个恢复的时刻，甲伊互相对应，有一个恢复时。甲伊互相对应，有死就生，有哭就笑，有哀伤就跳舞，有跳舞就起坐。迄种伫这所在，换一句话讲者，上帝伫咱人生每一个改变的背后，拢靠一个物件，拢靠一个会当恢复。迄即摆，咱看伊主耶稣伊得罪，伊所成就顶为着咱世间人会做，顶是为着伊得罪，嘛是恢复的工课，就是互咱会当甲咱的创造者、咱的上帝恢复迄个关系。因亚当夏娃在始作因犯罪得罪上帝，人甲上帝关系破离了，迄即摆人伫这罪困法内面，所以通过主耶稣伫这所在，互咱甲上帝个好，
互咱甲上帝计划会当伫遐来，伫迄个所在来拆毁，互咱当恢复甲上帝关系，甲上帝关系。圣经讲，人接着上帝影响，反是做主耶稣通过伊为着咱，成就这救赎工作，就帮助咱，互咱会当来经历上帝伫这改变的背后，伊有一个恢复心。那即摆所以面对最人生的变化变化中间，也包括咱即摆面对着这疫情了后，咱怎样做？咱有一个态度对上帝伊是面恩咱，伊甲讲伊要面恩咱，伊要帮助咱，伊对咱有一个活倒转的心意。伊伫这所在，伊甲讲我要活倒恩你，活倒恩你。上帝要帮助咱，上帝伊要互咱有一个恢复心，恢复甲伊美好的关系，恢复甲伊四正美好的关系。咱即摆伫这所在，当咱有清楚确实上帝伊要活倒恩咱的时，要互咱一个恢复的时，要成就咱祝福的时，兄姊妹，咱就清楚知影，这个拢是必要，这个拢是人生必须要经过的过程。通过安尼时，咱就看到伫迄内面有愿上帝美好的心意，咱就袂埋怨，咱就袂惊吓。咱有安尼一个确实的时，咱就要重新得到快乐、勇气，来行人生的路，继续向前迈进。不管人生的拄着生活环境的变故，咱互咱目睭拢单单来仰望伫咱上帝的身上，不断往伊来祈祷，来仰望伊。互伊靠伫咱心中的这个恢复的心意，会当伫这所在，互咱有一个确实，确实不管什么环境，上帝拢要恢复，上帝拢要通过这个伊的稳定、伊的疼，互咱恢复。所以当安尼时，咱就免惊吓，因为现在知影，上帝伊要互咱伫中间通过安尼一个景物来操练，互咱愈来会当伫遐愈刚强、愈细心、愈规律、愈勇敢来面对这环境，而且是无惊吓、无怕，伫遐会当看见，让上帝甲咱相同在，让上帝稳定满满，亲像高油的地川，你像有上帝帮咱收束伫咱。第三，甲咱做来思想的，面对这个疫情了的新的世界，你像咱要来确实的是，确实上帝愿使到这恢复稳定，恢复稳定。这所在，假讲看我是帮助你的，来恩你，来活倒转，来恩你。要互你会当得到经济，你像这所在的经济，就互咱体会到，等于说要是因离开耶稣林，互耶因伫巴比伦做了70年要归回，因到伊面对就是因的故乡已经抛弃啊，70年拢无见到。要安怎重新来经济生产来开始，百废待举啊！要安怎重新来开始，来选择怎样上帝的喜乐，小事一个恢复稳定，互伊会当经济这因这是上帝讲，上帝讲我要互你来经济，伫这所在经济。
这所在经做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当咱遵照上帝旨意来行事，来起造一个新的生活时，就要结出仁爱的果子吼，仁爱的果子。这样咱讲，上帝百姓如果咱来反悔认罪，咱上帝就让咱喜乐有稳定。为什么这个是因红在白面就因犯罪得罪上帝，上帝就用这巴比伦来管教伊的百姓。那就在这所在，咱看见上帝要我们有一个要小数一个恢复稳定，而且跟到后书第9章第13节写，写讲迄个属经济和亚请的，甲属食物互人借上帝，必定要互你所需要的经济来小数互你，互这经济的大长。互恁的意志，互恁意志就是照着上帝心意安尼来行，要结出丰丰富富的果子啊！丰富的果子。但即摆伫这所在，人看到这所在讲，上帝讲要互伊经济，要互伊的经济会大长，要互伊会当修行，要互伊会当通过伊所做。来丰丰富富，好的修行。迄种面对这疫情的中间，相信真侪人拢就要出，教会要继续运作落去，信仰要继续持续落去。人甲上帝关系，有可能有真侪人已经习惯讲，唔免来礼拜，唔免来礼拜。嘛要读圣经，嘛要记得。这信仰讲这上帝好亲像甲咱拢无关，因为无方便啊，嘛袂使啦。迄种伫这中间，咱看见就是伫这中间，上帝伊伫遮安尼应允讲，咱爱伫迄个所在，伊讲伊要小数经济或者亚经济啦。迄种伫安尼一个经文中间，咱更加爱将这些希亚经济啦。甲上帝的话，伫咱生命中间来分享出来，将做一个美好的价值。人看见咱，就看见伫咱背后的荣耀上帝。迄即摆，要伫即段中间，甲上帝建立一个交的关系，要伫这中间，吹亚这是，甲上帝话，甲上帝做伫咱寻求这美好的价值。甚至咱买当伫这中间有一寡分享的影片，伫这中间互相来祝福，互相来激励。伫这中间寻求这亚经济人嘛，上帝就要互咱讲与咱意志，与咱安尼照上帝话来行事，上帝就要互咱结实累累吼，讲丰丰富富，结出丰丰富富的果子。诗篇120篇第5章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获。上帝要帮助咱，互咱拢会当流泪去撒种，虽讲真艰难，有缘认真拍拼，有缘要起条对上帝信靠，要生活中间来记得，上帝是个真可爱上帝。上帝伫这艰难中间，你甲我讲，你要帮助我，你是帮助我的，你要活动恩我，要互我会当建设，互我会当流泪撒种，而且欢呼收割啊！吼，迄摆对上帝是所帮助咱，互咱拢抓着上帝应允，凭着信心领受上帝恩典。上帝要使用你甲我，咱是家人中间免怎？对上帝帮助，不管任何叫讲，上帝讲，
我是帮助你的吼，你搁咧惊啥物？有啥物会当抵挡咱？互咱拢当找着迄个突破点，要安怎会当伫遐来处理亚经济？处理亚经济，互咱今日信心来是上帝问题，然后上帝来使用咱真做新业企业，有上帝收所伫咱面前，然后咱都觉得咱上帝伊会听，伊稳定，伊都不离开咱。亲像迄云上太阳的光芒，咱做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的恩典。我一摆好胆勇敢来到主耶稣多就是，来按你来献上我的感恩甲欢乐。主感谢你，你通过你的话这中间帮助我，不管伫什么境遇中间，我拢无离开你，我拢会当像这怎样？你没有忘记我们，上帝你帮助我，帮助我，互我拢像这怎样？你对我有一个活得等的一个心理，要为着我避免迄个恢复规则，伫这恢复规则中间，当我抱着信心、渴望，我搁上帝，顺了上帝的旨意，继续向前来满一个事，就像主你安尼伫圣经里面安尼讲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哋不管伫任何境遇中间，拢记得上帝你咧互我的是恩上加利上加利，福上加福，一个丰收的季节。上帝你要帮助求所伫我，互我拢来经历，互我拢会当伫这中间，真做上帝你荣耀的见证人。但看以外，就看见伫我背后迄个荣耀上帝，伫这中间，就一切荣光拢归于阮天父爸爸上帝。献上我的感谢甲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子的呼求，阿门。现在我随便来报告，还有在我带到时候，请现在伫基督中来互相来守望来保求上帝保守管顾咱。头先带到的事项就是咱感谢上帝恩典，互咱这疫情有受到一寡控制，咱求主继续来帮助事务所，互咱拢会当伫这中间，这个施打率就是主这个疫苗的箱会当施打率会当覆盖率愈大提出来大家拢有较好的保护力，其实来帮咱，也互咱会当心中拢有一个美好心理，拢会当伫这中间真侪人祝福，真侪反正真侪荣耀上帝，咱继续面对这新的疫情的疫情后的这生活的新生活时，咱继续大家人。互相来为着咱国家，为着咱这世界，为着真侪人来做守望祈祷第二就是也为着咱社教的祈祷伫这个中间会感觉，但是话，刚才咱会讲有的教会或者就会已经会当做实体的聚会，是安咱袂使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凡事拢有上帝的旨意，不管拄着啥环境，互咱拢当伫迄个所在找着迄个突破点。咱要继续为着咱的教会祈祷，互咱拢当做伙准备。而且来到伫咱教会，来做实体聚会时，或者之外，是一个较无心。是一个会当伫咧中间真渴望，会讲真平安，伫中间来到遮来做伙聚会，
是一个喜乐吼。所以咱求上帝帮助是有说，互咱伫即个中间，吼，拢继续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互咱的生命有较侪来见证，来拄着主、我个主，来见证主的福音声，咱继续为着即个但是嘛，伫疫情的当中，咱继续为着因来祈祷，彼此中间有一个好的连接，来应许就是，再来第三就是，咱为着一寡身体健康爱心，年软弱而且兄弟来祈祷，即个年长的长辈，还是讲有拄着一寡身躯健康兄弟，咱拢继续为着因来祈祷，因师者牧师娘还有贵弟兄，咱为着身边这个卡，佮也为着燕山同学，伊的身躯的福建嘛，继续咧，怀有一个喜乐心，就会当伫每一个感谢每一个生活中间，佮会上帝满有底甲在，这个家庭嘛是上帝。这个家庭是一个充满上帝恩典的家庭，有上帝神所伫燕山同学再来就是要为着这从上兄来祈祷，伊进行活倒，有受伤，伊真勇敢，无暑假就会互伊讲，伊迄检查拢。平安，感谢主，所以咱嘛特别为着不管是小姐是中小兄，咱拢求主帮助因，互因拢有健康身体有助的，特别伊厝诶有遮个舒适市地，病院伫第一线，咱用着遮个处理伫第一线，不管是伫病院，还是讲我伫军中，遮个伫第一线遮个。在上帝的拣主，咱用求主保守伊拢平安，来当通过伊正最最正祝福。再来就是咱为着天花兄，真提醒这个先生天花兄祈祷，我咧问提醒这个有时出去外面读册是读，伊讲有爱咱求主帮助，或者在心无道而且即个上帝拣主，这夫妇老夫会当伫出来唱上帝的敬爱三句，特别为着这个中国兄祈祷求主帮助互中国兄，有照顾伊阿恁，拢会当有好休困，好休困，安那困袂去，嘛求主帮助互伊会当好困。会当伫迄中间，伫主的平安内底会当好困，同个身躯会当有好免疫力，咱拢可以祈祷中。再来也为着即个文龙兄，文龙兄是手下这个先生伊跳倒来互人弄者比较负担，那特别求主帮助，这文龙兄的身躯嘛当起了会有种听。关于手下这，伊是真加心，挂靠上帝求主帮助，伫这家庭中间，手下这伊会当加做一个大影响咱上帝信心的勇士在这来做这个家庭，求主帮助有能力伊的成果会当来得到好恢复，嘛加做一个荣耀见证还有为着这手下这个手。受伤有迄个负责是封闭性的医疗的负责咱求主帮助，伊甲我讲有好一个咱求主帮助伊，互伊会当完全好，而且呢手搁有力会当搁加这就是人较好在这个，也为着这光有数字咱求主帮助。这是一个得报道的老师们，求主纪念伊，帮助伊，互伊身躯会当来经历上帝有底，经上帝意再来就是咱也有
消息的报道吼。咱本来有定迄个8月初吼，伫今仔日，咱会当来做实体的礼拜，因为即个疫情吼，已经降到伫2级的警戒，就是无拍算在伫即个拜五后吼，即个教会议长伊就咧中间有咧讲伊讲，伊拍算咧管护嘛吼。是遐尔简单，就是还佫有侪规定吼。咱民主帮咱不管拄着啥款警务，咱拢会当有一个上介好的领袖，领袖上面有底，领袖上面有力量，吼请咱来配合来做这防疫的这几个措施吼。所以标是保护自己，保护别人，保护教会，吼第一个咱保护每个家人吼，咱有资保守。而且第二就是管护有一寡的规定吼，而且另外面讲伊讲，这牧师啦吼，就需要有7天内，而且快筛还是 PCR 阴性的证明，会当有安尼证明备查，就是讲若有人检察要来甲咱抽查的时候，咱有咧证明才有吼。若无就是有法吼，佫就是即个教会吼扣除已经使用即个空间，包括刚才我遮一个设置遮物件吼以外，2人到人中间拢爱有150公分、150公分安尼一个安全距离吼。上加伫室内当无在啦吼。但是照管护安尼诶规定时阵，咱教会嘛是有限啦吼。佫有时嘛有一个真大一个，来讲到时若人较侪时要安怎？要安怎伫咧出来？佫变做自会所变做是惊互人发啦吼。但是对上帝帮咱，面对咱人叫话是咱求主帮咱，互咱拢有一个细节性的来做。哎呀，我嘛这疫情咱更较和缓，甚至会当配合伫即个5月进前吼，大家都会当真平安伫上帝稳定下来，大家做好即个防疫，会当或者疫情拢会当对咱来讲是平安安全的吼。咱来参与教会聚会，咱常常期待主来服侍主吼。咱求主帮咱有一个规定，咱拢互咱拢会当平安度过下来吼，大家互相来做过。所以咱后来有决定讲伫8月初就今日按到后礼拜。即个礼拜有完内容，即个线上礼拜吼，把这实体的聚会来暂时无开放吼，因为惊讲若真安尼从来开放的时候，可能有违法的情形吼，咱反正互人发，还是讲反正无一个好的名声时吼，伊影响伫教会。咱求主帮咱，咱拢靠自己这种有上帝照你的心意，帮助咱，互咱拢当继续凡事拢互相合用，吼，用互相贴上这样一个力量，咱求主保守，吼，所以要甲咱保险，就是今仔日甲后礼拜咱游玩用线上礼拜，吼，拢靠自己这种有上帝帮助，伫这礼拜的中间，就是咱咧看影片。中间，咱拢互咱拢安全来心，也互咱把这信仰毋是讲就听的，吼，知影这心态有种信仰安尼，吼，咱当热心伫咱生活中间来经历。上帝你安尼，你安尼讲，代志是毋是安尼想？上帝面对警务、面对艰难时，咱是毋是通靠着上帝的帮助，赢过这环境，而且经历上帝。稳定了，咱会当查这些以后变性体吼，咱拢靠自己这种。过来就是这个财务吼，有完因为是线上礼拜，有完第一摊
但是即段中间有一寡人无法度人看手机啊，无法度迄个电脑所以伊嘛真好做，伊嘛真嘛较紧来教会聚会所以因要奉献对你来讲，就是因较习惯，就是准备一个四方袋，但要奉献放喺遐，放喺这四方袋内底等下会当实际礼拜是要摕教会，所以嘛非常的帮衬伫安尼一个改变的中间，非常的帮衬，互咱拢会当看到伫这个中间，你安怎伫遐来做，开始互相的欢喜，咱拢彼此保守所以这个如果讲嘛真认真真，如果若有人要奉献打电话我会当去客当然伊会真好意这是伫这中间，咱非常的帮衬这以前咱有过啦各位就是，咱会当用这个教会有一个调号伫YouTube咱会当用画挂还是迄个伫这内底甲这个奉献添入去，甲用咱甲牧师讲，还是甲如果怎样讲，会使伫这线上礼拜中间甲这个奉献金额甲人拢出来是讲咱要奉献伫啥物所在，咱拢伫迄所在会做一个功课非常的纪念咱所奉献，保守管顾收束伫咱每一个做弟兄姊妹祝福伫咱甲咱家庭。假设讲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互咱所奉献拢是甘心乐意。所以像咧想讲，伫咱教会要进来迄个所在有用一个石头刻一个讲甘心乐意即摆互咱都来思想，咱教会今年只130周年有侪咱伫这所在，咱安怎伫上帝安怎伫咱的信仰这顶面，咱伫这顶面咱安怎来表达是不是甘心乐意，还是做到安尼当然不甘不愿咱拢互咱会当同安尼伫这所在来调整咱的态度，互咱会当去个上面再来这感谢主问题伫即礼拜伫第礼拜即个佩琴姐妹伊的奉献因为就伊奉献较正就伊奉献所以认为若有啥物错误，咱较电话你会知影来做调整咱的奉献上帝拢知非常的收束纪念咱所付出的安尼伫等一个有时出到了咱就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咱伫万年谷圣诞礼拜时咱才会听见到咱的真古锥的小朋友因伫这圣诞礼拜中间因所念的一首诗歌叫做快乐的日子而且伫迄上个艰难的日子中间讲最不好的年代有一个最棒的一个表现我来弄一个快乐，我来弄一个快乐心。以前咱上帝听以前怎样咱是上帝参我可以以前怎样不管伫生活抗战，上帝讲我是帮助你的，我是要祝福你的，我是要互你会当丰收的，是互咱流泪撒种，但是建立是当欢呼收割的时候。这些在修色里咱，互咱要会当将最全的婴儿变成你，透过咱的诗班所有的时光，互咱一生中间拢充满上帝平安、喜乐、甲丰盛。
咱大心来养成成为教。之前伫边我感谢你有问主，你的话要成这阮上大的气啊！因为你甲我讲，我赢过这世界是我对你的信托。主你甲我讲，有你帮助我，我搁你行啥物？有你帮助我就会当赢过任何环境。主你帮助是阮所，特别伫这疫情中间，阮全世知影，拢有上帝意美好事。主你帮助是阮所，伫每一个上帝你嘅日子，互阮拢会当真做勇士的一个基督，互阮面对任何境遇，拢清楚知影，上帝你到啥都知，你是早期的、现在的、将来的、永远的上帝，你是帮助阮、请阮的支配，主你是阮所，阮拢充满喜乐心、快乐心，伫每一个时刻拢建立，每一个时刻都是快乐的日子。把这所有的稳定，天被上帝听了，甲谢谢上头，就甲我每一个上帝的家之路，三路同在，对这条比较永世来为止，阿门。
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你念相活。一心甲主念相。